提到了客家铜腕，对很多小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呢，就有人为了要传承铜腕文化，默默的付出。今天感动时刻，我们带您认识这一位铜腕老师钟瑞峰。他是屏东高树的客家人，虽然已经高龄68岁了，但是他人老心不老，总共制作了50几种的铜腕，其中还有放大版放在学校里面的，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先人智慧，还有勤俭的性格。整个学校就好像是铜腕游乐园，这里是屏东高树国小，很多古早味的铜腕在这里都看得到。2之1的加12的，对，屁股对，这样屁股先夹起这个是古代鲁班所传的6子连方积木，光是卡榫组合的玩法就超过100种。前面一个2，后面抬比较轻松慢慢擦放下去。本来只有手掌大小，但铜腕老师钟瑞峰把它变大了，让同学可以合力完成。古时候的那个木匠师傅为了训练这些徒弟他的组合能力，还有空间的概念、立体概念都有所以说这些学生他在玩的当中也会学习到这个立体的空间还有空间的组合问题。显影摆凸。钟老师保留的铜腕还有这个仙人摆渡，运用绳索口诀就能把分开的铁环像仙人施法一样摆在一块，跟着绳子跨过洞然后退回去再最后跳过去光是看就已经眼花缭乱。不过高树国小的学生就是能够完成任务，跳过去就对了钟瑞峰为了保留这些手作铜腕，他四处搜集，制作了50几种，琳琅满目，让学生玩也玩不腻。放上去说到铜腕，钟瑞峰如数家珍，而他总是能够就地取材，施点魔法，让垃圾也能变玩具。课堂里面都是让他自己去找自己去找材料尽量去用废物利用就地取材这样的方式。钟瑞峰纯手工制作，能做也能玩。怕铜腕文化被遗忘，他还花时间出版教材。收集的话，实在是一点一点收集的不是说一大堆像那个叶边的蚱蜢那个是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看牛的长工他做给我那我就把它学起来。只要碰到铜腕，钟瑞峰就会忘了自己已经68岁了。对他而言，活到老就要玩到老。7手8脚积木堆叠梦想，手脑并用，铁环激发创意。钟瑞峰用勤俭不老心打造铜腕生活，俯拾皆童趣的氛围，遇见感动时刻。